大家好，歡迎收睇 HKTWC 嘅風暴速報，我係 Casper， 即刻同大家跟進下熱帶風暴蝴蝶嘅最新動向，同埋佢對香港嘅風雨影響。先同大家跟進下最新嘅風暴消息，1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預料係會喺今日維持。天文台指出，會喺聽日評估係咪需要發出3號強風信號。蝴蝶目前嘅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係達到85公里每小時，佢而家集結喺香港西南大約720公里，預料向西北方向移動，時速大約係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島並且稍微增強，隨後移向北部灣至到雷州半島一帶。蝴蝶喺過去24小時受到更加強烈嘅垂直風切變影響，部分嘅低層環流仍然係外露嘅，但係受惠於極之溫暖嘅海水同埋西南季候風嘅水汽供應，預料蝴蝶會喺登陸海南島之前稍微增強，其後佢會登陸海南島嘅西南沿岸，再靠近雷州半島，到時蝴蝶就會維持強度或者稍微減弱。而目前主流嘅電腦模式同埋官方氣象機構都預測蝴蝶嘅巔峰強度係會喺強烈熱帶風暴下限，即係90公里每小時左右。喺路徑方面，蝴蝶尋日係曾經向西南偏西方向移動，但係隨住副熱帶高壓脊逐漸減弱，蝴蝶已經重新轉向西北至到西北偏西方向移動。現時蝴蝶嘅路徑分歧已經縮細，預料佢係會橫過海南島嘅西部，並且短暫移入北部灣，登陸廣東沿岸之後，再轉向偏東北方向移動。喺星期日喺香港西北300公里外掠過，但係實際嘅2次登陸地點就非常視乎副熱帶高壓脊嘅形態啦。再睇下香港風力方面，受到副熱帶高壓脊同埋蝴蝶嘅疊加效應影響下，本港過去24小時離岸同埋高地間中吹強風，而昂坪更加一度錄得超過每小時80公里嘅持續風速。8個風球參考測風站當中，亦都有2個錄得強風嘅風速。但係當副熱帶高壓脊進一步減弱，疊加效應就會消失，而香港嘅風力亦都會減弱。因此天文台目前預測，香港普遍地區風力喺星期5早上之前係會維持強風以下嘅水平嘅。我哋現時評估天文台就熱帶氣旋蝴蝶發出3號強風信號嘅機率係中高。電腦模式已經達成共識，蝴蝶喺移入華南內陸之後，會同西南季候風喺廣東沿岸組成一片比較大風嘅區域，令到香港風勢重新增強。天文台亦都預計，香港普遍地區喺星期6至星期日初時都係可能吹偏南強風。受到風雨嘅影響下，香港嘅風勢係可能會更加大嘅。而我哋預料3號風球如果發出，時間大約會係喺星期6嘅上午左右。最後再睇下香港嚟緊嘅天氣。天文台預料星期5稍後風勢會逐漸增強，喺星期5稍後至到星期日初時，離岸係間中吹強風，而高地更加間中吹烈風。而香港直到下星期3都會持續受到惡劣天氣嘅影響，現階段唔排除天文台會發出暴雨警告信號。今次嘅風暴速報就到此為止，我哋會同大家密切關注住熱帶氣旋蝴蝶嘅最新情況，有消息再同大家以貼文或者影片嘅方式報導。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